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较好？我好真多啊啦。我真滚出来啉吼。唔免啦，等我袂喙焦。无紧，你还袂甲我讲，丽玲到底有转来无？丽玲啊，无紧啊，来大遮陪我啦，紧去找丽玲。万一伊若伫外口出啥物代志，不但你对不起过身的阿端啊，连我担当袂起。你安尼讲，叫我头壳是要举去倒去？这个怪是怪我当当时想过挺诚意，今仔载变甲遮尔任性。这嘛袂用个怪丽玲，若总换着别个查某囡仔拄着即款情形，无你较反应，比伊搁较厉害哦。人讲爸囝天性，伊几暗无转来，你心肝内一定足艰苦。而且啊，查某囡仔面皮较薄，就算伊想要转来，嘛歹势开嘴。无紧啊，我看还阁是你去甲接转来较好啦。无紧啦。好啦，紧去啦，莫增加我的罪恶啦。好啦，我来找伊。阿姨妈，你先通离开我呢？那你是要讲啥啦？我听到你甲美去甲你讲的话，阿金，我是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恁母囝，千万唔通离开我。我世人已经决定，咱活也要活做伙，死嘛要死到底。所以你若真是离开我也无想要活落去。你看，年岁食到遐济啊，还阁敢若囡仔咧。你看我住喺病院，连叮当都袂叮当，我是要走倒去啊？你放心，紧去啦。是啊，你是伫安怎啦？到即摆人才来，要甲我急死好啦！你讲的啥物话？你有够无良心呢？我咧接到你的电话呢，走哪里飞呢？你若要怪我，干那怪我这两支骹啦，比你较底啦。莫啰嗦啦，我即摆时间袂好，我人爱来走。丽玲交互你照顾，都甲看好条呢。小等，你拢无精神哦。
底是有创气啊无？你稍微点讲就无好无？我爱来走啦，有代志咧 call 我机啊哈。哎，我听人讲吼，这人若去拄着水吼，一定爱喙拄喙，甲这个水吸出来，安尼人才救得活。既然明辉也无得咧吼，啊，这就由我来甲斗相共啊咧。够香啊！哦，袂定啊！你安尼真是安尼甲我爱落去呢。我就知影我安土啊，这招真好用啦。自打带我入门吼，我就看你迄两蕊目睭啊，戳你。我小可甲你试者尔，哎哟，龟壳拢缩出来。我免你管啦。我问你，林慧因爸爸找伊转去要创啥？当然嘛是相亲啊，啊无你转要创啊？相亲？相亲哦！相亲哦！较细人，较细人。好啦，我讲啦，迄其实我咧骗你啦。明辉转去就是因老爸朋友要介绍头路啦。阿痛啊，你甲我讲，有比我较水无？是啥物人？就是明辉初恋迄个女朋友啊。含义你也知哦？吼，我就知你有熟悉啦。你肯甲我讲，伊到底是倒比我较好？现在明辉拢无法度将伊放袂记。这你是要叫我安怎讲啦？啊，你是咱学校的校花呢，人不但水，啊，搁头脑搁上好的。那你要甲明辉两个徛做伙哦，真正是天生的一对，地的一双的。啊，毋过，啊，毋过啥你就紧讲啊！明辉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啊，啊，伊搁甲因两个拢有山盟海誓，明辉哪有可能反背伊啦？丽玲啊，你即摆是咧想啥啦？李伟啊，李伟，哦，小等下，进来啦。来，阿姐。李伟，啊，这个淡薄话要甲你讲，你甲我落来楼骹。哦，好。李伟，你就是要甲你妈妈离开这所在。你哪会知影？我听你甲你妈妈讲，丽玲啊，确实真有我真心。这是因为我自细汉生过老天性，而且伊无法度将伊过身的老母放过去，意思会对你母仔囝遮尔无了解。咱不，阿姐，我有几句话想要甲你讲个清楚。好，你讲。在我出世之前，我阿爸就已经过身啊。这20多年来，阮妈妈辛辛苦苦4个做工，才甲我饲养大汉。也毋过，伊一直拢无搁再加的意思，因为我知影，伊拢是为着我。另外，就是一直拢无法度将我死去的老爸放学袂记。即马我已经大汉，我嘛有能力趁钱饲阮老母，我实在想无，伊哪会答应做你的后生？那你咧，就亲像丽玲讲的，你有钱有势，你要娶啥物款的查某拢有，你是安怎会答应老母咧？但是毋是亲像你讲的遮尔简单。
尤其是感情的代志，更加毋是遐尔简单就讲会成做。无聊聊这是正，是因果，是生命的安排。假使阮后母嫁互你，会当得到幸福甲快乐，那我甘愿你受一切。杨哥，你是亲目睭看到，伊伫咧这间厝，你着这种痛苦甲委屈。我做人的查某囝，我哪会当目睭记伊看伊受这款的折磨？医生讲的话你嘛有听到，伊绝对袂用阁受到任何的刺激。拜，伊若是阁发生啥物意外，我一世人都袂原谅我家己。我会向你保证，我绝对唔容丽玲搁再伤害你。对我来讲，恁妈妈是我一世人上界疼惜的查某。就算我用性命、用所有的财产来换，我拢愿意。答应我，搁下一摆，莫搬离开这个厝。李慧啊，我拢穿好势啊，咱好来走啊。妈，啊你哪拢无摕行李？我看煞煞去啦。煞煞去，是安怎咧？自从咱来到五甲，妈妈知影你受到真侪委屈，妈妈嘛知影你过了真无快乐。啊，毋过是啥物原因，互你突然间改变主意？我是毋是快乐并无重要，只要妈妈会当快乐，安尼就有够啊。这几年来，你为着要请养我，已经吃真济的苦，而且拖到全身躯拢是病。即摆真无简单，才拄着后一安尼全心全意地照顾你，佮互咱母仔囝两个人真好的生活。而且我嘛看会出来，你真关心后一。突然间，我感觉家己足自私的，竟然为着一寡小代志就无法度忍受，搁会逼妈妈甲我出去吃苦，我要哪会用做这款代志呢？丽慧啊，只要咱母仔囝会当生活斗阵，这是妈妈一世人上界快乐的代志。丽慧，甲妈妈讲，是毋是恁后姐叫你莫离开这？后一讲啥并无重要，主要是你的身体还袂完全好。医生有讲过，你的肝病需要长时间的静养，甲营养的补给，所以咱若继续住伫后一遐，这两个条件应该是真简单的代志。所以，我想咱还是继续留来。啊，不过丽玲伊并无欢迎咱啊，伊安怎对待我，我拢无甲伊计较。毋过妈妈足毋甘，看到你逐工安尼受着委屈，过了无快乐的日子。特别妈妈若看到丽玲往尾来刺激你，来骂你，我心肝咧敢若倒咧挂。美惠，你是妈妈亲巴肚所生，我辛辛苦苦甲你请养大汉，妈妈爱你，妈妈要伫你快乐，你知影无？我知影，伊是妈妈会答应离开这，嘛是经过再三的考虑。对丽玲来讲，咱抢走伊的老爸，
破坏伊的家庭。咱若算讲离开，伊就会当恢复以前的平静。啊，咱生活了较自在，你讲是无？妈，你真是敢离开后日，你袂后悔？请问你是毋是吴阿伯？哦，我是。你是？阿伯你好，我号做庄明辉，是我打电话约你出来。哦，了解。张姐，要食啥做一点，免客气。咖啡就使啊。阿伯，你叫我明辉就使啊。我是丽玲的大学同学，阁是伊的好朋友，你千万唔通见怪。丽玲即摆人伫倒位？伊好势好势。阿伯，你先莫急，我慢慢讲互你听。昨暗丽玲敢若受到啥物刺激，情绪无啥稳定，伊竟然要……伊要安怎？你唔要紧讲啊！拢是我唔好啦，遮伊无欢喜，所以想袂开，伊才会要……再安怎？啊？伊要跳河自杀啊！啊？丽玲自杀？阿伯，你先莫紧张啦，伊无代志，伊真正无代志，正经啦，伊人好好的，伊暂时住伫我遐啦。无代志的。这个囡仔实在有够理智，拄着淡薄仔不如意，啊，都安尼要想袂开。阿妹，多谢。我看我都无客气，直接叫你玫瑰。迄是应当的啦，阿伯。玫瑰啊，较紧，你即摆带我来看丽玲。阿伯，坦白讲，我今仔会约你出来，我唔敢互丽玲知影。也毋过阿伯，你放心，我等伊若是气消，我会劝伊倒转去。玫瑰啊，你拄仔毋是讲丽玲甲你是？哦，阮是大学的同学啦，啊嘛是真好的朋友，不过伫阮心内，敢若我的亲戚袂共款。就是这间啦，请你来看卖啊。我这间厝吼，有2个房间，诚适合恁母仔囝2个人住啦。另外，恁看会到的家具，拢有使互恁使用啦。菜车伫隔壁迄条街，阮遮公车吼真济哦，交通真方便的。妈，你要紧无？来啦，再先坐起。你先。我也是伫遐拍面咯，有严重无？厝头个娘，你放心嘛，我妈是爬楼梯爬甲伤喘哦，休困一下就无代志啊。妈，你感觉这间厝安怎？厝头个娘，你一个月做偌济钱啊？啊，一个月15000啦，啊，紧3个月啊。啊，遮贵哦！会用较俗的无？哎哟，我开这个计销真公道啊啦！你唔相信吼，会当去附近探听看卖啊。哎呀，林太太，你放心啦，我这间厝吼风水真好呢，以前吼住过的人吼，拢是趁着大钱，家己买了厝吼才搬走呢。厝头个娘，他说若即马入钱互你，是毋是随时会搬入来？哦，当然可以啦。啊，我遮拄啊好吼，有准备好的迄个下药水吼，你看卖啊，有啥物问题无？无代志，小等者。病房内底已经无人，你搁
来走，明仔载我才可早点来互你食哈。有够无聊。咱若无做啥，你插别人安怎讲？丽玲啊，话都毋是安尼讲呢。连接对一个查某囡仔来讲是足重要的。我是无希望讲因为即件代志来影响到你未来翁婿对你的看法的。想讲我要结婚，我一世人无要紧，减袂。你开咧讲这囡仔话咧，改天等我走了后，会去甲门锁好，较早困咧。李辉，你莫出去啦，留点陪伴啦，好无？你毋通跟闹啊啦，阿土也搁咧等我咧。